热冬诶是原住民重要嘅香料作物，佢嘅嫩葉有當牛嘅香味，食起來像係葱一樣嘅。個味是溜溜嘅無窮樣，係當到原住民族佢嘅傳統香菜，做得加入到嘅肉地肚氣來調味，有做得出香味嘅效果哦。還加做得本食物嘅味是變到還較刺，還較香。等下叫下來學做料理了。白羊，你今天要教我做料理，看起來食材當簡單呢，很簡單哦，超簡單的，就是一個魚、一個豬，還有我們剛才採回來的內冬哎。對，你有稍微幫我？有，我把它稍微剪一段一段的。好，那我們要放在上面覆蓋，還是要放在哪裡呢？我們要把它放在它的肚子，就把它塞進來。對，這樣會入味嗎？會啊，真的哦。不信，等一下吃的時候你就知道。剛剛亞給我用的料理嘞，怎麼料理？我們就是用那個烤肉的啊，用 barbecue 哦。對啊，阿美族都是 barbecue，然後在我們的庭園裡面烤，在外面烤。對，在外面烤一定要啊，才有那個味道，才有那個味道。沒錯，真的。好，這樣就 OK 了嗎？對，這樣塞好就完成了。那這樣直接下去剖嗎？還是說要包錫箔紙？都不用啊，我們就是要烤的時候，上面再抹鹽。咁你個豬肉的部分呢？豬肉，阿美族的勇士，他們其實在山上，他們會留這個部位是頭目會吃的部位。真假的？真的。頭目都吃什麼部位？這叫五花肉啊，3層肉。啊。對，他們在山上會稍微那個鉗制，就是用那個鹽巴磨一下而已。嘿，然後帶回到部落裡面的時候，再直接 barbecue。啊。嘿。打獵嘅人打獵做嚟過後，天朝會食配肉、野菜湯，這係阿美族人嘅傳統。為了紀念族人對屏東賽到埕未來嘅故事，3層肉串就延續嘅家族記憶嘅味道。整好嘅糯米準備愛來做阿美族嘅杜倫。杜倫其實就係等於係講客家人嘅糍粑嘅，係經典也係年節裝飾得到嘅點心哦。然後兩個整好的糯米，然後來種糍粑哎。對啊。要搗麻糬。對。這跟我們客家人的一模一樣哎。那個假要插那個，然後。白羊，你會嗎？我會嗎？阿姨先。這樣子，要在中間哦。要喊什麼？這樣。原住民在搗的時候要叫什麼嗎？沒有啦。沒有力量。哎，越打越黏了。對啊。打架了。慢了就不行，慢了就黏起來了。你要把它打下來。你要打下來哦。哎，一慢下來就黏起來了。來用好了。我跟你講哦，來我打給你看。一邊一隻哦。它現在黏的有沒有？你要打它這個地方，要給它。哦，要把它種下來，是不是？哇，好厲害哦！而且啊，這個超奇妙的，跟客家人啊完全共用。我們現在愛用種糍粑哎，阿姨我好像幫不上忙哎，好該我。愛向觀眾朋友聊下天朝當地嘅小愛好教嘅用誒，看阿姨示範起來輕鬆簡單，親身來做才發現原來按實力咧，裝做得老人黏黏嘅糯米，切做圓圓嘅肉誒，佮攞做大細都好嘅球形，搭配現摘嘅花草，一個青3層肉，啲小小嘅火炭火蛋糕，配出野味，就係最好嘅調味料了。